今日朝頭早真係一個爆炸性嘅新聞啦！美聯儲接到檢察部嘅 Grand Jury Subpoena， 翻譯為大陪審團傳票刑事調查。咁即係話調查完之後呢，有可能美聯儲主席會接到一個刑事嘅判決，甚至可能坐監。呢一樣嘢係點解會搞成咁呢？因為特朗普一直唔要呢個美聯儲。點解佢一直唔要美聯儲呢？佢而家話呢個美聯儲主席 Powell 咧降息又降得慢，降得唔夠多。佢一直就要講話要佢降息多啲，降快啲。但係美聯儲係有佢自己嘅獨立性嘅要求嘅，即係話佢哋做任何嘢都唔應該受到外界影響，更加唔應該受到政治嘅壓力。如果你睇返我舊年嘅12月12號嘅視頻，同埋今年1月6號嘅視頻呢，你哋會更加了解到美聯儲嘅獨立性㗎啦。美聯儲嘅獨立性而家被特朗普咁搞一搞呢，就令到世界投資者呢就開始搖動啦，搖動佢個獨立性啊！美國咁樣將美聯儲變為政治化嘅話，投資者對美元會失去信心。所以你而家睇一睇我錄呢段視頻嗰陣時，你睇個美元指數係向下。當個美元指數落嘅話呢，黃金就上。所以你見到呢個黃金個圖亦都已經上咗去啦。咁接下來又點樣呢？我覺得特朗普呢而家咁做呢，特登係俾下一屆嘅美聯儲主席一個警告。記得話5月已經要換美聯儲主席㗎喇，而新嘅美聯儲主席亦都係特朗普要欽點㗎喎。咁而家即係話4個月，特朗普都等唔切啦，要搞啲嘢出嚟啦。咁佢咁急，點解要搞咁多嘢呢？就係因為中期選舉嘅問題啊。咁佢又要話俾下一個佢就任出嚟嘅主席嘅話呢，即係話如果佢唔聽佢話，佢可能又會咁樣嚟用刑事嘅嘢嚟搞佢咧。咁即係而家擺到明咧，全世界都知道美聯儲嘅獨立性咧已經係比較搖動啦。開始啲人唔信佢啦，所以日後再係咁搞嘅呢，黃金一路仲有得咁樣起嘅。呢啲係我個人意見嘅，你有咩意見喺評論區講一講呢？關注我投資理財不迷路。大家好，我係詹教授。